嘢食啊！你哋係咪覺得我咧成日都周圍去咧好輕鬆咁樣咧？其實咧鏡頭嘅背後咧，我哋都相當之忙嘅，因為要寫稿啦，又要剪片，好多時咧仲要坐定定喺度趕工添啊！我就曾經試過有呢個情況出現啦。講起坐咧，真係攞命啊！之前我條腰咧經常都赤痛噶，痹到咧好似俾好多支針咧係咁拮啊，由條腰啊痹到落腳踭啊！企又痹啦，坐又痹，嚴重嗰陣時啊，瞓緊覺都會痛醒啊！真係咩心情都冇晒。之前呢，同朋友食飯講起呢，佢哋話你咁嘅情況呢，要小心啲喎，坐骨經常呢麻痹刺痛呢，有可能呢係神經受損嘅症狀嚟㗎。唔好呢諗住呢痛下呢就會自己好返啊！食止痛藥呢，只係治標唔治本啊，仲會傷肝、傷腎、傷腸胃添啊！繼續拖延呢，只係會越嚟越痛啊，令到神經呢受損嘅情況呢惡化。另外朋友介紹我食呢隻愛完全醫學系列奈樂舒醫學級嘅神經修復配方，話呢個產品呢主要係針對持續嘅坐骨痹痛啦、針吉同埋電擊感。作為一個處女座咧，食入口嘅嘢咧，梗係要睇清楚成分啦。奈樂舒醫學級嘅神經修復配方最吸引我嘅地方咧，就係佢特有嘅雙效配方，活性維他命 B 組合加埋水楊金，咁就能夠做到先鎮痛後修復。聽講市場上咧得佢有嘅咋。鎮痛用嘅水楊金係由白柳樹皮萃取，成分天然，可以快速舒緩針吉、痹痛、火燒、電擊感等等不適。而佢嘅活性維他命 B12、B1 同埋 B6 咧，能夠長效修復受損神經啊，功效更加係非活性嘅維他命 B 嘅3倍啊！再加埋 NMN， 日夜修復受損嘅細胞，由源頭改善問題。臨床實證最快2星期就可以改善針吉刺痛、酸軟、痹痛等等不適。我每日咧都食1至2粒，食咗一排咧，真係覺得咧坐骨痹痛嘅情況咧改善咗好多。如果你哋都有類似嘅問題咧，不妨試下愛完全醫學系列奈樂舒醫學級神經修復配方啦。我 V 太梗係有好嘢益粉絲啦！奈樂舒醫學級神經修復配方喺下個星期一10月27號，萬寧仲有出位優惠價，買2盒，每盒平均189蚊，係平時嘅55折啊！呢個咁抵嘅優惠咧，只限1天啦，唔好再拖啦，快啲去買！記住下個星期一10月27號，優惠詳情同埋查詢可以去我 description box 去睇下。